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6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安南区已经是台南市第2大行政区，在人口成长主体开发以后，为了满足商业的需求，台南市政府将安南区东南边的渔温仔地透过市地中划变成商业用地。上午这项工程正式开工动土，估计会当伫113年完工。伫整个城中甲人西团的基础，台南市北安上岸区的市地中划工程6号上午顺利动土，市长吴伟霆甲议长郭信良等地方民代拢到场，见证这批安南区商业副都心的重大开发案。动土以后，预计113年完工启用。恭请动土奠基第1产开地平安。第2产动土顺利，第3产金石永固奠基成功，里程。根据地政局长陈小美表示，该基地开发面积37公顷外，对现在渔温地中划以后，将提供商业用地22公顷外，以及首次将2座特色公园纳入开发。加上停车场等公共设施都有15公顷，拄来成为安南区难得的大型商业区。市长吴伟霆嘛强调，将是带动台南市发展的重要指标。安南区的发展以及台南市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指标型的重划。为什么？安南区是台南市第2大区行政区，也是人口成长非常快速的地区，所以安南区的发展都牵动到台南市整体的规划跟发展，所以呢，很谢谢尤其我们议长、副议长跟几位议员都是安南区的民意的代表能够对于安南区的发展都非常关心，所以呢，我们这个责无旁贷，非常要也非常重要的，能够让我们这个北安商业区的重划能够。不仅是如期如职，而且是能够在2年多的时间就能够完成。会中这些大台南不动产相关业者拢到场祝贺场面相当的热烈，嘛见证该工程已经核选国家卓越建设奖的有这种肯定。会中议长郭信良也相当的感慨，表示中划开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我们大家一定要用非常严谨的来检视，这是我们议会的一贯的立场。今天赶快来看了，好，这个土方呢，有一些是从那个北河水口过来，那我们的里长呢非常的关心水啊，一东西带动我等一下土刷粉啊、压啦、道路清垃圾就可以。这个土来了，我赶快看了，有一个问题，可能要麻烦地政局讲，一定要严加去处理。一东西水库车过来遐土，你落了，我看这是土锅霾啊，而且嘛是 Q 土。那一定要经过检测以后，是不是会当搭无？那不然的话，就成为安南区第2个异化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希望呢，这个顾问公司一定要严责把关。他说这个土那边严谨，该摘出来摘出来，那留下后遗症。第2了，看来异化区那个足严重啊！好。安南区已经是台南市第2大行政区，人口快速成长。这回北安对渔温地变成商业区用地，嘛其他沿海民众的需求发展大跃进。但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全国 KTV 业者为5号开始有条件开放人客挂喙暗唱歌。伫台南市有30多栋历史的万象舞厅，原本就有4厅业的牌照，考量员工的生活，决定改成经营自助式的 KTV， 嘛得到市府同意复业，成为台南市第1间改型 KTV 的舞厅。5日起，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开放 KTV 业者有条件开放。台南万象大舞厅为了让员工有饭通好食。特别将舞厅转型为 KTV，
伫雨夜第一天，台南市长郭信良、甲议员罗坤福、柯志春、陈宜丁、詹信凯、吴宇环等人，拢共同出席甲变一记雨夜仪式。我也希望呢，大家共同努力之下，能够将疫情呢抛到九霄云外，从此不要有疫情的发生，让恢复我们台湾呢一个正常的生活大家人民的生活起居能够安和乐利，共同创造未来，让我们的国家更安定，人民呢生活更安康。所以我们在此呢再次的预祝的疫情呢能够抛诸九霄云外。所有的生活呢回归正常。万象大舞厅负责人，同时也是台南市娱乐事业商业权益促进会理事长詹正义表示，舞厅总共有200外的员工，为了防疫，现在改为分批上班，一届只来60人，但总算是予因有一碗饭通好食。这员工呢，我这同事呢，有一碗饭通食就好。我定下所讲，食好食歹拢无要紧，主要有一个工。有这个工课，到头我生理恢复未，无安尼吼，就是讲大家安尼足郁出，非常郁出。娱乐事业促进会理事长詹正义，另外也替8大行业发声。伊表示，台南市已经3个月假零，希望在一切遵照防疫规定之下，政府会当同意予其他的舞厅以及酒店复业。我若希望讲会当紧互这个迄个舞厅界、酒店界。会当讲在这个伊遵守这疫情的这个咱的这个防疫措施咧，来大家遵守，紧复业安尼。即摆现在疫情会使讲6日拢加零尤其咱台南市呢，台南市3个月，以前有3个月咧无这疫情咧，老百姓拢守法，拢守法安尼，今仔日有这个工课咧，阮大家非常欢迎，我们终于可以工作了。有消费者伫雨夜第一天就特别来预订包厢欢唱，伫隔了5个月无来 KTV 唱歌，拢表示讲非常的欢喜。很开心啊，终于可以出来嗨一下了。但会不会担心那个防疫的问题？还是会但是我们会做好安全距离。已经很久没有出来唱歌了嘛？对啊，感觉怎么样？感觉很轻松啊，很轻松。对啊，要疏解一下压力啊。很开心，很放松，因为压力总是要宣泄一下。詹正义表示，为了员工的工作权，将舞厅改为 KTV 的方式经营。复业第一天，只有6-7组人客预订包厢，虽然人客无济，但员工至少有工课通好做，也期待疫情早日结束，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议员农家珍伫顶个月质询市府交通局有关新庄者上公车的议题，想袂到隔天就发生一位小姐坐轮椅上公车倒头栽事件。议员上午邀集交通局、客运公司、董事人甲新庄团体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爱追究责任。透过市府交通局甲客运公司所提的画面，清楚看得出公车司机伫咧将公车斜坡救出来以后，新庄者坐着轮椅来上公车，疑似坡度过大或者是固定无好，造成新庄者甲轮椅倒向下。虽然董事人无啥物外伤，不过却造成内心的阴影甲恐慌。我当天看到的是司机，其实他有一个卡榫，他是卡不过去的。我在猜，他没有上油，所以他卡不过去。他另外一只脚要踩着那个斜坡，所以他没有办法推我上车。我当天看到的情形是这样子，他没有办法推我上车，然后因为斜坡很陡，就是公车的斜坡很陡，我要上去的时候就变成说。没有人在扶我的时候，就往后仰这样子。其实我受伤30年了，我脊椎损伤30年了。我搭公车的次数不到10次，为什么？因为公车是很方便的一件事，因为我会怕，我担心说我遇到的司机是好的或是不好的。
当然说好的或不好的怎么去认定呢？他的友善的态度，其实我们看就知道了。那遇到好的司机，可能就是照 SOP 流程来走，我们就很 OK 了。可是遇到不好的司机拒载，或者是言语上有什么就是觉得嫌恶，或者是怎么样的，或者是像这一次的意外发生，我们都是要去波比，就是要去看看我们今天遇到的司机是怎么样的司机。该事件经过媒体的披露，加新庄者的订正。议员王家珍上午嘛邀集市府交通局、甲客运公司以及新庄者团体面对面来沟通。现场包括台南脊髓损伤协会、癫痫之友协会，甚至全国脊髓损伤联合会拢前来声援。我这边特别跟交通局提醒，对于公车上下让身障朋友、轮椅族朋友上下的时候，公车它的相关设施，包括道路的适当与否，包括公车运奖朋友，要请他更有同理心哈。我在台南市议会交通局工作报告的时候，也特别提出要请交通局督导，要请交通局注意身障者一样有搭乘公车的权益。以及该有的一个尊重。针对新庄团体所提的意见，府城客运的经理郭王松一方面向当事者来道歉，另外嘛坦诚时间甲准点的压力可能会造成驾驶人的情绪问题。对此，因会来加强驾驶的教育甲辅导。而交通局嘛回应，会依照标准的作业流程来操作。这个可能是结构性的问题，我们都承认。我们都承认这个是结构性问题，因为长期以来这个驾驶在我们调度排班的那个工作上，他是非常好的一位驾驶，他各方面都会配合。至于他为什么在车上之后就会有一些可能情绪上的一些问题，影响他的那个服务态度，就如同蔡理事长讲的，他可能面对时间准点上的压力，长期以来就会形成这样。这我不知，可是我还是会认为说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我想交通局一直非常的重视我们这个无障碍的交通的环境。那我们譬如说在今年的疫苗接种期间，我们也派出了许多的滴滴版公车，也服务了很多的无障碍轮椅的旅客，乡亲都觉得非常的贴心。但是针对少数驾驶可能没有落实轮椅操作的这个 SOP 以及设备没有保养的部分，这个我们查明如果真的有疏失的话，就会依照公路法来开罚9000元。那后续我们也会努力来加强这些 SOP 的落实，要求每个驾驶都必须受相关的训练，并且保持同理心保持爱心跟耐心来服务所有的旅客。至于新庄者所提公车站路病的问题，交通局嘛回应，会甲公务局来进行沟通，并且处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号称东南亚上大的台南市立殡仪馆，因为使用年久，位伫地下1楼的树林区，原本空间就较矮，加上照明不足，互人黑黑暗暗的感觉。议员林美燕透过议会业务质询，要求民政局殡葬所要赶紧征收。议会定期会上午由民政局进行业务报告，其中甲民政局业务相关的，包括殡仪甲殡葬等。议员詹培雅首先为殡仪塞车的问题，咱市对今年5月17到6月15登记等待做殡的亚人，总共有1296人，但入伍的速度却真慢。对此要求民政局要向中央来反映。另外，有关殡仪馆的问题，因为使用年限真久，议员林美燕以地下室的客人区的环境黑黑暗暗，要求民政局要尽速来征收。工作报告上面说的，我们在做殡葬设施的改善跟更新，你有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的更新跟改善吗？你知道一天同一个时间，有时候大概会300个人在这个地下室狭小的空间的工作人员在那边运作，包括工作人员，包括家属。
你有去看到吗？你们曾经去面对过吗？你们还在工作报告上面写的，你们针对设施在改善，这已经很久了嘞，这很久了嘞。局长，你怎么去看他？有，这议员的报告吼，针对着这地下室啦吼，要征收的部分，殡葬所这边有发包过来，敢会发包不出来。我一直甲讲，你爱赶紧找人去征收啦。啊，有关的就讲迄加岩的部分，还是迄个2公吨的部分，迄会当随处理的部分，你也随处理啊。我讲啊，这款的，这我上嘛甲讲，这殡葬所这公所在，你但袂使放个安尼一啦。所以这个部分，说实在，我会再继续再加强，而且那个殡葬所这边一定要马上来处理。除了殡仪甲殡仪馆的问题，另外伫个疫情趋缓的状况，过去疫情3级的警戒，活动中心是无偌少，不过现在渐渐开放，嘛有议员关心活动中心的使用情形。议员希望伫个开放偌少的时，建议租金嘛用个来优惠。对此，民政局回应会来考虑。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加西高中正式甲加拿大布莱斯学院缔结姊妹校，同时进行相连学位签约仪式。未来学生将会当透过线顶课程学习，取得安大略省的高中文凭，直接申请美国、加拿大、英国、澳洲等国的大学，让学生更加侪海外升学的选择。加济高中伫2013年甲日本广岛的神边旭高校作为姊妹学校以后，今年积极咧甲英语系学校建立跨国的学校合作模式，以便应用2030年的双语国家政策。6号上午，由加济高中的校长陈韵如甲布莱斯学院的教务长陈祖峰伫咧学校的会议室来进行 MOU 的签署。那我们这个学期初步会进行的就是多元文化的线上交流，以及英文简报的一个练习。那另外呢，第2个部分的话就是教师相关的一个研习，或是教师专业社群的一个互享。那第2个部分的话，我想是很大的一个立基点，是我们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姐妹校的精神引进来嘉义高中，提供给我们的孩子另外一个选择。2间高中嘛准备来推动相连学位。加济高中的学生会当透过选择指定的课程，完成了就会当摕到安大略省的高中文凭。2间学校透过实时的上课方式，让学生用专题英文报告来提升国内学生的英语表达的自信。加拿大布莱斯学院，它有提供我们的这个双联学位的一个选择。但是呢，我们加拿大的这个部分，当然体系上稍微跟美国有所不同。但它还是提供了，就是学生能够在高中的时候，他修习完这个固定的学分，他其实可以拿到安大略省的这个高中文凭，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也可以选择2+1，在台湾2年，到加拿大1年，然后取得文凭之后，他可以选择直升加拿大的例如多伦多大学，或者是各大学，以及像英国西英格兰大学、澳洲的相关体系的大学。双联学位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台湾的学生只要上6科加拿大的科目，我们会着重4科在英文的培养，剩下2科会是适合申请国外大学的2科数学，然后通过这样子6科的方式，他取得加拿大的毕业证书的好处是，因为加拿大没有联考。它是等于是英语系国家唯一没有联考的国家，其他国家都有。也就是学生只要用这个成绩，这6科的成绩，他可以申请国外几乎我们知道的英语系国家的好大学。
加济高中积极咧甲国外学校做连结，除了会用提升学生因的外文能力以外，同时嘛会当互学生加强国际观，嘛会当互国内学生透过经济管道到国外来留学，提升国家未来后一代的竞争力。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市电高级东兴洋行伫咧售后以后，因为无顺利委外经营，加上疫情已经停止开放半冬的时间。这回有新的经营团队进驻，特别用入海洋生态咖啡馆的风格，希望让所有游客感受充满历史甲创新的文化气氛。位伫安平旧城区的市电高级东兴洋行，虽然经过当半的停业，不过因为台湾戏剧史卡罗曾经选伫遮取景，嘛增加话题。现在市区文化局找到新的委外经营团队以后，6号上午，市长有委托伫这在地议员平台参与正式剪彩，重新将100年历史的洋行开幕。3、2、1，请用钱！掌声鼓励！哇，古都的活化需要靠大家一起来努力，也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让我们台南的许许多多的古迹一个接着一个，一个又一个的能够恢复原貌，能够让大家能够早些看到。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洋楼哦，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那我想来到安平这个地方，那许多的古迹，除了过去大家可以看到义载京城啊、安平古堡这些以外，那又多了一个这个东兴洋行。那我想这个地方值得您一来再来。重新营运以后的东兴洋行上大的特色就是打造海洋生态咖啡馆，要将安平港上美丽海洋生态小解给大家。所以嘛，甲水母搬入来古迹，加上灯光的辅助，互现场的参像水族馆同款，互游客感觉做疗愈。因为现在也慢慢的游客也可以比较自由的去活动。那台南在这个安平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玩的地方，尤其我们东兴洋行又非常特别哈，在建筑特色、历史有了，加上我们这些水母让我们感觉到心情很愉悦、很疗愈。那现在我们东兴洋行已经重新开放营运了，那我们现在就是在我们馆内部分增加非常多的水母展示的部分，对，这就是我们台南比较少见的一些水母种类，对，我们希望可以把海底世界这个情境就是带到古迹来，然后让大家可以有更进一步、更亲近的来感受这样子的空间跟氛围。8年的东兴洋行重新开幕以后，就是迎接10月国庆的连续假期，所以经营团队到时嘛会控制室内只当有30位参观，而且要求游客全程挂吹暗，嘛请大家配合防疫。台南新闻管制何秋邦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6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